咱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灾情，讲到这开辟风台吞大南台湾，真侪所在拢伫咧抢修。亲像这台电工程车2早起行便道入去阿里山山区的时阵，抢修出来兵车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另外，台水公司美容营业处有2位员工伫咧入去到高雄6区中行里修理的时阵呢，却撞到水崩山，因是赶紧甲车撇咧做伊来逃生。2个人登到现场，有关是心惊惊。真侪通尾高啊，为山顶冲落来，嘛冲真侪树歪落来。高雄6区中心里因为风台侵袭停水，台水人员第2啦探雨较细出动巡查，一连启动备用水源，就伫个途中拄到山沟出现真侪土石流。当时未赴刷开工程车，车等下紧走，尾啊车就去互土石砍去。离山水越大，我们从车倒车不及，我就请同事就先行赶快离开了，就把。来不及倒车回头，就先行离开，往那个安全的地方逃离。员工讲，车到现场时阵，就发现土沙水流出来，村民捌甲讲这是土石流的警讯，判断爱随铁力才救回一命。当地里长表示，目前江水已经恢复，不过持续伫落雨，山区的道路也是真危险。我有跟你们说，只要下雨下很大，差不多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你们一定要跑掉，你们要在这边了哦，不然会溃堤。在后抢修，因为路况真差，台电工程车嘛伫阿里山发生冰车意外，2早起工程车行便道进入灾区抢修，好亲像落雨了后拢悬悬出去，冰雷山坪下骹路面四链向上天，好佳在2个人拢下安全带，无受伤，顺利脱困。事发地点那边是下坡，另外，它那个整个都是。台风的关系，路面都有很多落叶，所以车子行驶的话很容易打滑。台电表示，到29下晡，全台湾甘村嘉义县769户，也甲高雄市119户还未复电，主要是山区道路受损严重，工程车才大型工具机无法度入去。为了加速复电的时候，不少当然是家己用行入去，派一寡抢修所需要的装备甲材料到事故的地点进行抢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